3:05，看来今晚干到还没到色放过你，对吧？一翻身了，越是想逃离被窝的褶皱，心里就越乱。不如我们就这么躺着吧，睁开眼睛看看，今天的月光是不是刚好落在了你的枕头边上？其实是你也没那么可怕，它只是这世界突然按下了静音键，把这一大段空白的不被打扰的时间偷偷塞进你的怀里。那些白天来不及捕捉的念头，现在都可以慢慢的一个接一个地，像云朵一样从你眼前飘过去，不用去抓它们，看着就好。时钟走得好慢，影子靠着床单，如果世界还没醒来，我们就在这梦境之外交换晚安。别去责怪自己为什么还清醒着，清醒有时候也是一种奖赏，说明你的灵魂还想在黑夜里多玩一会，听听你的呼吸，每一次吐气都在把白天的疲惫推得远一点。没关系的，就算今晚真的不睡也没关系的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你等到天亮的第一道微光。月光落在你的指尖，时间模糊了它的边缘，睡吧或是醒着缠绵，都是这一夜最好的遇见。好了，不去想了。如果你觉得眼皮沉了，就顺其自然的合上，如果不，那就继续看那抹月光。我就在这，晚安。